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。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創新。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叫方醒路，一個自媒體文章。他這文章說，一個深陷通縮的國家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技術創新。我覺得這文章很有意思，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深陷通縮，對吧？無力消費，怎麼可能會實現真正的技術創新呢？技術創新難道不需要代價嗎？不需要買單嗎？誰來買單？誰來投入？所以今天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文章，這文章還挺長的。他說，中國經濟正在加速呈現一幅極其矛盾的圖景。一方面，中國研發經費高達3.93萬億元，這是2025年，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.8%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將中國列入全球創新指數前10，進入2026年，高新技術製造業保持2位數增長，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和知識產權產品投資明顯快入整體投資。新能源汽車、動力電池、光伏設備、無人機、通信設備、創新藥、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領域持續湧現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成果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中國社會的內需、企業的定價權、民間投資和資本回報卻沒有同步增強，技術指標越來越先進，許多行業的利潤卻越來越薄，製造能力不斷擴張，居民消費與企業收入增長卻相對緩慢，戰略產業獲得大量資金，廣泛的民營企業卻持續減少長期投資，而這是一種危險的分裂。他說，回溯歷史，一個大國可以在通縮的經濟裡制造出先進的芯片、火箭、機器人和新藥，也可以依靠國家力量完成重大的工程突破，但它很難形成廣泛、自發、可以自我融資和持續擴張的創新繁榮，也就是叫可持續發展能力。因為真正的技術創新依賴於一個完整循環，技術被發明，產品被市場接受，企業獲得利潤，資本得到回報，勞動者提高收入，更多資金重新投入下一輪研發，最終轉化為全社會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。如果技術只能帶來更多的產量，無法創造更高的名義收入、更穩定的利潤和更廣泛的社會財富，那麼這種創新體系遲早會失去內生動力。也就是你這個創新如果最終不能轉化為牛馬韭菜的收入，那這個創新就會失去市場，也會失去了內生的動力，它不能進入一個循環。作者分了幾個部分來闡述這個道理。首先他說，中國擺脫價格負增長了嗎？2020年5月，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 1.2%， 核心 CPI 上漲 1.1%，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上漲 3.9%， 表面上看似乎已擺脫通縮陰影，但價格同比轉正並不意味着問題解決。服務價格僅漲 0.8%， 食品下降 1.7%， 居住價格仍在降，工業生產者價格回升主要集中在上游生產資料，生活資料價格繼續下降，上游成本上漲可能擠壓中下游利潤，這個咱們都說過很多回了，這叫輸入型通脹。投資和消費數據呈現類似結構，前5個月固定資產投資現價下降 4.1%， 民間投資下降 7.1%。作者認為這是一種通縮型增長機制，也就是生產能力增長快於有效需求，技術供給快於企業收入，產品性能提高快於資本回報，實際產量增長快於名義財富的增長。 CPI 短期轉正無法自動終結它。作者認為，創新技術是一項期限極長的風險投資，企業今天投入研發，回報可能需要5年、10年後。新藥需更漫長的臨床試驗，新材料多年難量產，基礎軟件需要長期積累生態，芯片、先進裝備、通用 AI 巨額前期投入，大量項目失敗，少數成功，需高收益覆蓋全部成本。創新是長久期的資產，其價值高度依賴未來銷售收入、利潤率、融資環境和終端的需求。
在通縮型循環中，企業預期產品價格難以上漲，只能越賣越便宜，市場擴張有限，名義收入偏弱，而債務本金不變，由此產生三重後果：未來現金流預期下調，實際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上升，保留現金的價值提高，承擔長期風險的吸引力下降，也就是企業沒有辦法進行長期的這種研發投入。企業即便繼續增加研發支出，但項目性質悄然改變，周期長，失敗率高，商業前景模糊的原創探索被削減，能獲得補貼、快速量產、易於考核的項目更容易存活。研發經費和專利數量繼續增長，但創新傾向於已有方向上的參數改良，而非突破。這個大家都了解。比如粗糧企業，人家也是硬科技，但他的硬科技更像是在模仿。為什麼模仿？因為人家證明這條路是對的，你只要在這門路上再努力一點，你就比別人家效率高一點。所以把這個叫創新，而不是那種沒有方向，我們要找到一個方向。這種創新在我們這是不流行的。其實你把文章看完就知道為什麼不流行，為什麼不行。所以我們的創新實際上是沿着別人走過的路，只是比別人走得更快一點，這叫創新。把這個當創新了。更多的啊，當然我也不能說一點別的創新都沒有。你比如說蒸餾技術，那簡直是偉大發明，搞得美的的大模型企業是苦不堪言。這個大模型企業他們要喂大量的數据，要花大量的 token 或者是要運算成本，去海量的去摸索。有的企業就在你探索的成果上花少量的錢，叫会員包月，或者是他只要付这些錢，就從你那兒去精心的去蒸餾，把你的核心問題搞到10萬個，從你那兒提出來，這個人家在蒸餾，在這個基礎上訓練，那成本節約了90%都不止。大家都應該知道一些，是吧？但是這些你只能是跟隨，你很難叫創新的。社會最有價值的創新，往往來自短期財務模型無法證明的方向，而你這種蒸餾恰恰證明了這條路走得通的。我只是減少成本，我只是在你這彎道超車，或者叫換道超車。實際上彎道超車、換道超車，這本身就說明問題，就是你有目標，你要超過他，這人家在前面走了，對不對？你要在後面，你要超過他，而不是說你要找条路出來讓別人來學你，這個是兩碼事。作者說，通縮型經濟會系統性懲罰這種不確定性，也就是如果你在黑暗中摸索的話，那你投入大量的經費，最後很有可能會打水漂。文章第3部分說，沒有創新收益，技術進步無法自我循環。說企業研發不能長期停留在技術領先，研發人員需要工資，設備需折舊，失敗需核銷，資本需要回報。只有獲得足夠創新收益，才能承擔下一輪風險。創新收益包括專利收入、技術許可、品牌溢價、先發優勢、網絡效應、標準控制、規模經濟和資本市場退出等。而中國部分產業的問題在於，新技術出現後，大量企業迅速跟進，地方政府提供土地、信貸和招商支持，產能過早集中釋放，企業為維持份額不斷降價，成本優勢迅速轉化為行業新價格底線，消費者獲得更便宜、更好的產品，企業研發投資卻難獲得相應的回報。這種模式能快速推動工程進步，卻造成創新困境，技術越來越先進，創新者越來越難賺錢。新能源汽車、光伏、鋰電池等領域均出現類似現象。新能源汽車今年前幾個月的利潤率只有 3%。作者說，消費者是技術價值的最終裁判和商業創新的出資人，擁有穩定就業、收入增長和社會保障的中等收入群體，會對醫療、汽車、教育、軟件、文化、養老等提出更高要求，推動企業投入研發，建立品牌和探索新模式。人口規模不等於市場規模，關鍵是居民可支配收入、消費傾向、保障水平、資產負債表和對未來的信心。房地產調整壓低家庭財富預期，就業不穩定性提高預防性儲蓄，醫療、教育、養老負擔影響支出，形成需求與收入相互削弱的惡性循環。新技術可獲大量用戶，卻難獲得足額的付費收入，銷量增長，單位利潤下降，社會獲得巨大消費者剩餘，
創新企業難以積累下一輪資本，這正是部分互聯網應用和製造行業的矛盾，繼續擴散快，商業價值沉澱不足。你比如說豆包不收費的時候，用戶還多一些，是吧？很多人用。豆包一收費之後，好像據說現在只有幾十萬人在用了。低價市場能造就全球最大生產規模，卻難以持續孕育最強原創企業。作者認為，出口能夠放大創新，卻無法永久替代內需。說出口擴大市場規模，攤薄研發成本，帶來國際標準反饋和競爭，推動中國在通信、新能源、無人機等領域進步，但不應承擔吸收國內過剩產能的全部責任。國內需求長期偏弱，企業更依賴海外維持產能利用率和利潤，易受關稅、地緣政治等影響，僅靠出口維持商業閉環，穩定性先天不足。更深層風險是，國內消費者支付能力較弱，企業靠境外高收入市場實現價值，技術在中國生產，較高商業回報卻由境外決定，可支撐制造強國，卻難以支撐完整的創新強國。韌性創新經濟需要強大全球的競爭力，也需要厚實本國的消費需求。通縮首先改變人的選擇，創新最終由人完成。工程師是否加入創業企業，科學家是否嘗試高風險方向，投資人是否願意等待10年，企業家是否押注未知市场，都取決於失敗成本與成功的回報。通縮下，資產價格下降，削弱融資能力，估值收縮，降低股權激勵，退出渠道不暢，延長回收周期，就業不確定性，提高失敗代價，家庭保留更多現金，年輕人偏好穩定職業，有能力者逐漸流向大型企業、國有機構、頭部平台和確定性項目。就是人類先天的是厭惡風險，真正從零開始的創業只能依賴少數高風險偏好者。創新生態衰退先表現為社會心理變化，冒險不值得，專利數量、產業園和技術會議可能任熱鬧，但無補貼、無確定客戶、無退出路徑的想法越來越難以獲得支撐。這個退出路徑是什麼？實際上就是資本市場。我們的資本市場非常的一言難盡，動不動資本市場就關閉了。什麼叫關閉？就是你想 IPO 不了，因為韭菜割得太狠，韭菜不高興了，韭菜要绝食，要自尽，所以你就不能再 IPO 了，所以只好去香港或者其他的市场去 IPO。那你自己有個市场为什麼不能 IPO？ 所以這就一言難盡，就被各種各樣的原因玩壞了。本來是個非常好的融資市場，是大家都看好新經濟、新的科技，你看好你買單。如果它真的發了，你就像那個 SpaceX 或者是特斯拉，你賭中了，你就跟着後面賺錢；賭錯了，那它是了，破產了。它本來形成這麼個機制，那大家願意創新。但是有的市場它就純粹是個割韭菜市場，它沒有所謂的創新，它來割韭菜，包裝之後割韭菜，各種割韭菜。韭菜在這個遊戲裡面傷痕累累，而那些所謂的實際控制人，他們賺得盆滿缽滿跑了，各路神仙都割了韭菜，所以這個紅綠市場就被玩壞了。作者認為，中國真正的風險是技術能力與經濟回報脫節。中國技術進步真實存在，且具備強大工程化和產業化能力，但更大的風險在於技術供給持續增強，民意需求、企業利用、勞動者和收入和資本回報未能形成同等強度增長。創新可分為4層：科學發現、工程化創新、商業化創新、擴散型創新，這是分層的，一層一層的。中國在第2層優勢顯著，就是工程化創新這塊，就不是方向性的。工程化創新什麼意思？我們舉通俗例子，就是方向已經定了，人家往這走是對的，那我們也跟着後面這麼走，但是我們會走在路上，你提高效率，你講究工具等等，你反而會超過人家，就這意思。但是在沒有方向的時候，你確實就沒有方向了，你指望別人。我們以前老說的從0到1不行，但是從1到100我們很厲害，就這意思啊，就這個調調。國家資金能維持實驗室和重點工程，
難以替代消費者與民營企業的真實需求，財政可建算力中心和產業園，難以保證高生產率，政策能提高技術供給，難以直接創造可持續商業回報。極端局面可能是國家技術能力越來越強，企業利潤卻越來越少，產品全球市場份額越來越大，資本回報率持續下降，全社會投入大量資源創新，居民收入和生活改善卻未獲同等反饋，可贏得若干技術戰役，卻可能輸掉創新經濟的長期循環。前不久咱們有企業提出了拋理論，把這個當創新，這又是一種割韭菜，是吧？就欺負國內很多人不懂，一陣興奮就過去了。作者認為，請先修復民營經濟循環，說中國不缺產業園、基金、研發補貼和人才計劃，更稀缺的是正常的民意增長、健康的終端需求、穩定的企業利潤和可信的回報。第一個說，宏觀政策需更明確修復居民收入和需求，判斷是否走出通縮，不能只看 CPI 轉正，應伴隨工資、服務價格、核心通脹、企業收入、利潤、房地產和消費傾向改善。原材料單獨漲價只會增加中下游成本，原材料漲價只會導致輸入型通脹，你就更慘。第二個是財政資源應提高對居民部門的支持強度，養老金、失業保障、醫療、育兒、公共教育和農民市民化等，降低預防性儲蓄，居民獲得穩定收入。第三個要減少地方政府同質化產業投資，繼續支持基礎研究、通用技術、重大基建和國家安全領域。商業化程度較高的行業應更多依靠統一市场、公平競爭，支持產權保護和真實客戶選擇。補貼需設明確期限，允許失敗退出，避免政府多重角色扭曲競爭。第四個是恢復創新收益的合理空間，治理惡性價格戰，保護知識產權，減少拖欠供應商賬款，完善政府採購規則，給予創新企業足夠長的收益窗口回收成本，修復風險資本退出機制，通過上市併購和股權轉讓，讓成功項目獲得足額回報，鼓勵早期項目。第六個，必須允許低效率產能退出，也就是要出清那些效益不好的企業，也活不下去的，趕緊讓它退出，減少損失。如果沒有這些企業退出，整個價格市场是亂的。比如說我新能源汽車產業，我都要破產了，難以為繼，那我肯定得降價賣，你賣的便宜，我賣的更便宜，我得回籠資金救命啊。那實際上他也救不了自己，但是他這個市場不就攪亂了嗎？攪亂了，價格只能越來越低，價格體系也無法恢復，這樣導致優質企業它也難以獲得利潤。而這樣的企業不出新，它後面還有地方政府，還有戰略投資者，還要給他輸血，但是他的技術也不行，所以他只能降價，就導致內卷不就加劇嗎？產能越來越大，那這樣創新資源將被持續消耗。需求政策解決誰來購買，退出機制決定誰應該停止生產。文章最後他說，迎來長久而普遍的繁榮，一個國家可以在通縮壓力中保持技術進步，建設實驗室，提升產品性能，降低成本，戰略行業甚至迅速趕超。但真正的創新繁榮需要更廣泛條件，居民有能力為優質產品支付溢價，企業看到長期增長的市場，資本相信成功能獲得回報，人才相信冒險值得，失敗企業及時退出，技術最終轉化為工資、利潤和社會生產率。通縮說不會首先熄滅實驗室的燈，卻首先破壞實驗室通往市場、利潤、工資和下一輪研發的道路。實驗室依然明亮，企業卻在削減利潤，產業規模越來越大，居民收入和消費信息卻沒有同步增強，技術參數不斷刷新，投資者和勞動者獲得回報卻越來越有限，那這些市場都難以為繼，這種市場是沒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。這樣的國家可以擁有技術高地，卻很難把技術高地連成一片創新的大陸，這不就是前蘇聯嗎？真正強大的技術國家必須讓創新者賺錢，勞動者增收，消費者敢於消費，
資本願意承擔失敗，沒有這個循環，技術進步只能依靠意志和資源維持，難以成就長久而普遍的繁榮。這就是這篇文章我給大家介紹的是主要部分，作者叫方醒路。所以這裡面我也談到我的看法，就他這個說的基本上是對的，我認可這種他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，在一個通縮的市場，你很難有什麼持續的創新，因為創新意味着試錯，創新意味着代價，創新意味着成本，創新意味着很長時間。如果在一個消費不足、消費低迷、一個通縮的地方，還有什麼必要去創新？誰還敢去創新？因為你創新意味着你得不到回報，風險越來越大。那他從經濟學角度他來解釋這個事情。實際上我們第一個要搞清楚，我們為什麼不能長期持久的恆定的去做一件事情，就用10年的眼光去，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，什麼性質的企業，他們很多人投資都是看眼前利潤，他們要追求什麼？追求是今年投下去，明年就要回本，後年就要大賺特賺，再過2年他就紅票子換綠票子，提桶跑路。我覺得這個應該大家不要回避，要看到這是当前社会上一種現象。不管你是做什麼的，大家都希望最快的速度收回成本，收回成本之後要瘋狂的去割韭菜，利益最大化，最大化之後就要把紅票子换成綠票子，什麼家族基金，各種花里胡哨玩法，這個沒有人宣傳，但是我們通過各種媒體報道這些失敗的案例，我們就知道了。比如許老板，比如那個布鞋首富，比如說以前俏江南的老板，比如說什麼，這例子太多了。為什麼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兒掙的錢，完了之後都要搞家族基金，都搞到國外去了？為什麼我們這兒這麼好，為什麼不留在祖國？為什麼要去？包括家頭老師，對不對？都想方設法的往外倒出美金，跑到美國去買房子，為什麼？這是個根本問題。如果把這個問題不搞清楚，你談什麼創新？大家都指望着明天就要提桶走人了，你還創什麼新？創新這玩意要靜下來，在實驗室或者在什麼，你要10年磨一劍，要耐得住寂寞，要耐得住長期都沒有收入，或者收入不足。大家現在都是短視，都要短平快，所以說這種風氣是怎麼形成的？你這個問題不解決，你談創新那都是多餘。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什麼？第二，這個社會要創新，必須有一大批人，他願意坐在實驗室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讀聖賢書。實驗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搞他的科研，不受任何干擾。一大批這樣的人實際上是在付出，因為能出圈，能讓人知道的只有那麼1-2個，剩下人全部是默默奉獻。你比如說日本，你看日本雖然是消失了30年，但是人家在消失的30年裡面，人家獲得了多少諾貝爾獎？這些諾貝爾獎這些獲得者都在大學裡面，都在默默的做自己的研究，實際上他都不出名，獲了獎之後才出名，獲獎之前他都是能耐得下寂寞，是吧？在那兒研發研究，搞基礎研究，這都是基礎研究。獲獎了其實也得不了多少錢，但是你看，相反你說咱們的科研人員誰能做得下來？他們要勾心鬥角，他們要評院士，要評什麼參加學者，要這個要那個，他們要去刷自己的論文數量，忙於各種科研造假。现在不网上不出来一个叫耿同学吗？打假对不对？打的谁？所以我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全球最多，但是被人引用的能有用的，就是这被人引用的有用的，好像不足什麼5%啊，就非常少。你发了大量的这些東西有什麼用？都是刷數量。為什麼要刷數量？就是刷了數量之後，你才能評學者、評那個的院士一大堆的，接着刷。真正對這個行業、對技術有什麼領先作用的、有指引作用的、有突發一個什麼貢獻的沒有，要不然諾貝爾獎跟你無緣。這就是現象。當我們大家都浮躁是吧？都想賺錢的時候，你要求誰坐在那兒去研發、去搞這些科研？人家也要吃飯，人家孩子也要上學。人家買房也要按揭，人家甚至還背着 KPI， 但每年科研經費的多少你得自己去找，所以很多什麼科研項目造假是吧？自己把自己家裝修，他也搞成一個科研項目，搞一篇論文，最後套取科研經費，而這科研經費結果還是自己掏錢，從學校走一圈，這個咱們都報道過是吧？都聊過，這媒體這樣報道非常多。那是誰讓他們這麼幹的？誰逼他的？這問題不解決，你指望着誰能坐在那安安心心的去？20年如一日是吧？在那兒研究，
這第三個問題是什麼？第三個問題，我們全社會對創新都沒有感覺，我們是以剽竊、搬運、偷盜為榮。就我這做個小視頻，都還有人在偷搬運，不以為恥，反以為榮。他認為他是在幹啥？還有人看不以為恥，也反以為榮，在那看，專門看盜版的，看搬運的。這種風氣不改，我們不尊重原創，那誰願意在那絞盡腦汁在那想思考？有一批人專門去鼓勵盜版，鼓勵搬運，以為他看了這東西他管用，實際上他立場他的價值觀、人生觀都是錯誤的。你看了再多都沒有用，實際上你看的書已經不少了，從幼兒園到你上大學，你看了很多書了。為什麼現在這個樣子？就是你三國不正看再多的視頻都沒用，他鼓勵盜版，鼓勵搬運，很多人就這麼一個視頻他在搬運。別人在這絞盡腦汁，我這做一個節目要1個小時，在這兒他一搬運一抄就行了，把這傳上去。你說這種風氣下誰願意去做事？但是他打着冠冕堂皇的旗號，对不對？這叫不以為恥，反以為榮。這樣的人天天要忽悠什麼價值觀這個那個的，就是這樣人道貌岸然，實際上是小偷。這樣的人大行其道，你說他怎麼可能好得了？所以說目前我們這個土壤就是風气，你談什麼創新那也是胡扯。上上下下，你從粗粮硬科技，你抄人家的保时捷，抄的還挺冠冕堂皇，抄的人家都不好意思。你那個机盖上面飞挖两孔，人家是因为发动机需要进气，人家是内燃机，设计是进气需要那個氣道。你是電車，你不需要空氣的，你設計那玩意兒幹啥？就抄的這麼仔細，說向致敬，冠冕堂皇。這樣的人大行其道，得到獎勵，獲得掌聲光環，善行下效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那就必然會出現這些無恥之人在搬運，他直接就搬運，就盯着你搬運，他不做任何加工，他好歹說我們談到我的觀點，我看了這個視頻，我有感觸。或許你現在聚精會神看的恐怕就是在盜版，對吧？如果我們不從自己做起，老是希望物業改，誰都改，唯獨自己不去改變，希望物業改，希望這兒改那兒改，都是別人的問題，你自己一點問題沒有。你恰恰你在這兒鼓勵盜版，你一邊鼓勵盜版，一邊說喊着我們要創新，這不是精神分裂嗎？所以在這些大前提下，這些問題不解決，那這篇文章所說的一切其實沒用。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之後，你再說我們創新要有經濟價值，讓它可持續，能夠循環，可持續發展，大前提都沒有。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心態，就是撈一把趕緊就跑。無論你是民間人士還是體制內，很多人都是這種想法，本來是準備撈一把就跑的，後來撈着因為撈着順手了，忘了跑，手被夾住了，無非就是這樣，想跑不了了。叫眼前無路想回頭，是身後有餘忘縮手，是吧？這是《紅樓夢》裡面的一句詞。當然這是我的個人一些感想，供大家參考。實際上我們目前還沒有原創這種土壤，而這個恰恰跟我們每個人自己有關係，連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也不願意去做，就指望着物業，指望着別人改，你們都變，所以它很難好，最後只會陷入叫什麼歷史周期率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